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运动时间到诶，我是江秀吉老师。我做数学一篇是许继文老师，有数篇一位是沈芳如老师。欢迎大家听听俺来学太极拳。俺也学的是正子37式力度的左右转步，左右转步，左边右边交换的。好，同样俺要从弓步预备，俺先来做弓步哈，两只脚打开来，同肩膀的宽度同样。好，重心左移，重心左移，右转腰，向右边转，打开右脚到正前方，重心用到右脚前移，坐稳，朝后来，朝后右脚，左脚跟变松了，脚掌变松了，整个松了以后呢，脚直上一步，记住不要往内收。好，我们这个做的时候，上步的时候，身体也要保持中正。好，往左脚移重心，两个膝盖打开来撑圆，好，然后坐稳，左脚扣左转腰，扣右脚回正。好，然后左弓步预备，好，左弓步预备，记得左脚对正面前，膝盖对脚尖，右脚的脚尖斜45度，身体朝上来，好，朝后，好，然后按照右转，然后按身体左脚对面前，然后做右转，第一动，重心往右脚，再往右脚再沉，往右脚一沉下去。右脚的脚掌就捏起来，好，然后做完了，右转腰，右胯往内一收，右转腰，带点右脚掌往内收进来，脚跟好，脚掌往内收进来，好，让右脚的脚尖朝正前方。好，第三动呢，凑稳左脚，右脚慢慢的上一小步，往外面上一小步，好，上一步，身体不要动，不要歪掉，换上脚跟一样先落地。好，第四动呢，重心对左脚移到右脚去，移重心，移到空中，两只膝盖撑开来。第五动，好，右转腰，坐稳右脚的右转腰。把左脚尖带入来，身体变得朝正右边，还要右转，也还要放到左转去的哈，身体要放到要正面呢，左边那边。好，第一动，身体往右脚再坐稳，再往下一沉，你看，左脚的脚掌捏起来去，好，慢慢的左转腰，用这个胯往内收。左转腰，把右脚，你看，往这个右脚跟左脚的脚掌呢往内推进来，脚尖朝正前方，然后坐稳我们的右脚，好，上左脚一小步，轻轻的、慢慢的上一小步，脚跟先落地，好，往前移重心，往前一沉下去，脚掌就落地了，好，脚盘归到落地。两个膝盖打开来，然后呢，坐稳，左脚左转腰，把右脚尖带进来。你看，要右边都左偏去耶，好，做开都往右偏，好，有5个动作。第一动，先把重心整个也还73，也重量身体的重量也可能还7分力，会不会3分力7分？然后转个还能一天要把重心会不会重量全部给前脚，好，故说往下再一沉，慢你起来哦，你起了再转就太轻松了，一天唔好安的，反而要往下一坐，把我们的后脚跟先起来，后脚跟先松掉，看后脚跟松掉了，好，然后呢，用我们的胯转这个胯，右胯一收起来，你看右脚掌就入来，
脚尖就朝正前方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。然后去右片就用右脚来带，好，带出去。好，再来，同样坐稳它，要上一步。要上步，一定要把这个脚变成虚，才可以上步。好，故事筹分了，做好了。好，慢慢的把右脚完全变虚了。好，轻轻的上一小步，脚跟先落地，好，再往右脚一送重心，一移重心，脚掌一踏地，整个重心移过来了，手都右脚去，然后再合这个。右胯往右再一转，看带着人的左脚就扣进来，身体就变右偏了。好，那就右转腰。好，做个一半，左转腰哦，方法一样，只是方向不同哈。然后右转腰就会这个右腿在前面。好，同样往下一沉，重量往下一沉，把后面的要3分力，松本要右脚。好，松本肌，还有后脚变成松态了，晕态了，然后你看脚长起来去，好，左转腰，要转腰哈，记得用胯来带，左转腰，你看把我们的脚跟推进来，做个脚尖就往正前方了，要去往斜方向，好，然后坐稳它，再。当我们的左脚变虚了以后呢，上左步一小步，好，上小步，然后往重心往左移过来，平移，好，身体平移，然后呢，现在把坐稳，左脚坐稳来，和我们的左边的胯一合，你看，把我们的右脚尖就带回来了，这一换左边的方向了，好，收。好，所以刚刚看到，你看我们左右转其实很简单，从左边转到右边，右边转到左边。但这个转的时候呢，第一个重点一样的也是身体不要高高低低的起伏。第二个转的时候呢，是用胯，用右胯，用左胯，右胯转带到右边，左胯转带到左边。好，转的时候身体要正，好，现在呢，再跟着我们一起来做，好。做几个练习。好，我们从左弓步开始好了。好，左弓步准备好，记住要做的时间，一听到记得身体立身中正。好，下巴稍微收一点。好，肩膀，尤其肩膀要放松。好，我们现在做右转，往左脚一沉，后脚跟做右脚的脚掌松开来。好，然后用右胯一收，身体不要起来哦。右胯一收，做右脚的脚掌顺入来，脚尖朝右边正前方。好，第三，再继续往左脚做好，再坐稳，让我们的右脚连脚尖的力量都不要了，脚尖的力量都放掉。好，往前上一小步，但身体不要歪斜。好，脚跟先落地。身体是斜的，好，过渡第4步，把重心移到右脚来，好，然后右边的右胯一收，把左脚尖带入来，你看身体就变在正面，好，右脚的脚尖朝前面，好，一下边左转哦，第一动往右脚。再一沉，你看，人家右脚的脚掌就内起来耶，好，脚掌内起来耶，好，再往左一转，用左胯带入来，人家脚掌往内收，脚尖朝正前方，好，坐稳了右脚，左脚完全变虚了，做虚了，好，再上一步，脚尖朝正前方。好，移重心都做脚，移过来。记得哈，只要是移重心，不管移哪一边，那2只膝盖都往外撑圆。好，一天不会变成暗的。那边暗的姿势，一方面莫宽，没有那个气势；一方面
救的，人家膝盖的内侧会因为受力太大受伤，所以一定要记住哈。好，现在往右脚，往左脚坐稳它，左胯一收，转腰扣脚回正。好，我们现在再连续跟我再做左右各一次，一沉，二转，三上步上右步，四移重心，五转腰扣脚，身体回正。左转腰，一沉右脚，二转腰，三松把左脚上一小步，四移重心，五左转腰扣右脚，身体回到正面。好，收。也还按正直37底度为左右转步哈，也还按来缓和呼吸一下，一吸气，吐气，二吸气，吐气，三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休息一下。